呢個係三角式嚇。點樣係正確嘅方法嚟進入呢？首先你係打大隻腳，係啦，兩隻腳趾指前方先，然後咧你就將另一隻腳咧就係腳趾指向側邊，個 hip 咧保留去翻前方，千祈唔好轉。另一隻腳咧就係第二三隻腳趾咧就係對膝頭，然後先打開手，將個 hip 推向相反方向，你慢慢側去腳趾尖嗰一邊，膊頭放鬆。重點咧，你個臀部唔可以趌起啊，即係話要將個臀部推返去前邊，心口要打開，然後你先要將上邊隻手對返下邊隻手都可以嘅，三角式嚇。你落到幾多就幾多，落唔到咧就可以攞個磚晾住下邊個手，眼望上邊嘅手指尖，下邊可以晾磚。如果你想低啲，而個心口向咗前烏低咗咧，就要唔好落咁低啦，就係用磚晾翻高啦，要形成一個扁平嗰個情況嘅。好啦，呢個係後邊做翻俾你睇一樣嘅啫，前邊腳趾係平衡嘅，即係成一直線，後邊腳踭都成一直線，然後你就將一隻腳由腳踭轉，唔好離開。咁你就唔會歪噶啦，個腳前後 hip 唔好歪，對翻去前方。另外隻腳一樣啦，膝頭對第二三隻腳趾係伸直嘅兩隻腳。吸氣打開手，呼氣先推下，留意個背部、個臀部位置，慢慢落去，千祈唔好趌劈，唔好污前。挺翻個心口，下邊個膊頭要放低，小心縮膊啊！上邊隻手又舉翻高啦，同你下邊個手成一直線。當你落到去咧，就係喺側邊嚟講咧，係完全見唔到 pat pat 嘅。好，慢慢上翻嚟，轉翻隻腳趾向前方。呢一個咧係打側做俾你睇，一陣間落到去你個就係一個完全係見唔到 pat pat 嘅，一樣咁進入去嗰個三角式，落到去嗱，呢個係打側噶啦，喺側邊見唔到 pat pat，上手對住下手成一直線。